係關於你喺境外或者你揸緊482嘅香港人，因為你揸482嘅香港人，如果你本身個年紀已經過咗，例如話你可能47啊、48啊、50，咁你行唔到讀書移民噶咯喎，咁你只能夠行482，咁你有唔同嘅情況你要考慮。如果公司經營不善佢執咗，你有冇可能揾到一個新嘅擔保去續你嘅482？因為你482嘅話係同公司綁定，如果482你個公司執咗，咁你有180日咧，你要揾到新嘅擔保，揾唔到你就 in breach， 咁你就麻煩啦。你唔想 breach 咗個簽證逗留條件噶嘛？嗱，遞解出境就唔會嘅，即係比較少嘅。澳洲好少真係俾人撻咗你嘅，可能入抽格唔會。但係你影響咗你個簽證，搞到你個簽證花咗，後邊批簽證又麻煩咗。所以呢啲係要小心。即係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後邊你行緊嗰條路，好似你公司究竟穩唔穩陣啊？會唔會去到後邊公司倒閉啊？我哋都有見過，唔知點解一個簡單嘅公司就特登要擔保20幾30個香港人，然後公司就執咗笠，咁成扎人就半天吊啦，即係幫啲員工查咗啲問題，僱主就好似拍拍屁股就走咗啦。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咧。咁但係有啲人我哋救唔到，都50幾啦，唔識英文，屋買咗，老婆仔女全部喺晒度，住唔到去學生簽證，公司執咗，佢個482仲爭1年，咁呢個就真係有可能叫做移民失敗啦。